咱三个来祈祷。悲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我要来学习耶稣基督上天坐伫悲上帝的大屏，求主你帮助阮来认识这个真理，也会当活伫这个世间满满有尊严。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看周报第3页，海德堡遥理问答第19主日，这个问题50，啥事要加上坐伫上帝大屏呢？回答讲，因为基督升到天顶，为着是伊会伫遐来显明伊做教会的元首，并借着伊来管理万项有。问题51，咱对咱的元首基督的荣光得到什么利益？回答讲，第一，伊照圣神伫咱遮的做伊机体人的内面，享受属天的恩赐。第二项，伊照着伊的权能，互咱伫一切对敌的面前得到庇佑。问题52，基督将来要对遐降临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你对遮得到什么安慰？回答讲，会当互我伫遮的忧愁甲迫害的中间，会当抬头起来，来仰望迄个以前上帝的审判，为我献上家己的迄位。伊除了我一切咒诅，伊要搁对天搁来做审判的主。伊要将伊甲我的对敌，拢等伫永远的定罪。但是要将我甲一切选民带到伊遐，得到天顶的快乐甲荣光。咱今日要来讲这个耶稣坐伫天父的大屏，坐伫天父的大屏。这个问题50在讲这个耶稣坐伫天父大屏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伊讲伊并做管理万项有的执政者、掌权者，所以伊这个掌权是为着咱教会。这个咱来看启应文第1篇甲第2篇，第1甲第2拢讲。伊讲耶稣对死人，咱迄个启应的第1个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、大快乐的功用，互伊对死人中高活，伫天人坐伫伊的大屏，这个大灵，这个大灵甲伊互基督对死人中高活，满过隆重办证书的等等。咱的白话字的圣经含迄个和合本无共，咱搁加一个第2项，来搁加一个第2项，就是迄个第3个启讲基督的统治满过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甲主宰。这个代志其实呢，伫台湾人，咱拜伫台湾人的民间的信仰，逐项神明拢拜。台湾人真爱逐项拜，因为逐项拜的时阵呢，讲啥呢？有烧香，有保庇，地高煞变做安怎呢？变做迄个台湾人在看医生看先生讲有食有惊气，捌听过无？有食有惊气，有烧香有保庇，所以台湾人袂晓分辨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无咧分这。反正呢，我全部拢投资，我淡薄拢信。逐个神明我拢信的时阵呢，到时较去天顶看对个天堂较好，遮大贵一啦，遐大贵一啦，遐大贵一啦。这就是所谓的哪上咧跋筊安尼啦，两边呢内场甲外场，伊拢下肚啦。请问你两边拢下肚，敢毋可能？这个所以真侪人对信耶稣人讲，你信耶稣的人迄遮尔偏执，你头壳歹去啊！你干那信恁个，干那恁个对，别人拢毋对，较会是安尼。这个问题就是出伫对一搭。咱知影台湾人
所拜的神明，大部分拢讲啥？拢称为的神明叫主公啦，主公啦。啊，差不多逐个人拢有服侍伊的神明，拢服侍伊的主公。啊，即摆伊的主公爱互伊保庇饲大猪、趁大钱、生后生中状元，对不对？啊，因兜会出丁，哦，啊，因兜出丁听有吼，会生查甫的啦，生后生个中状元啊，会出丁会啥物啥物。啊，若无咧，台湾人对这神明是啥？神明都换袂，都到换去换掉啦，无爱啊，都换别项。结果这仙袂兴，爱换别仙，对不对？这仙袂兴换别仙，所以台湾人这种的民间信仰吼。多真奇怪，这种叫做高体神论。因为吼，咱连咧鬼神吼做好兄弟啊，啊，这个兄弟袂靠伫我靠别个，拢用这种的观念。但是圣经内底讲到，咱的信仰毋是安尼，咱的信仰上帝是咱的爸，啊，咱的老爸袂当换，袂当换，袂使讲哇，阮这个老爸袂兴，啊，种换别个老爸无可能。台湾人这仙袂兴换别仙哦，都变做台湾人咧看病哦。看病啦，讲你这个病啦是感冒，爱差不多4礼拜才会好，这叫做疗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这礼拜无好，2、3天无好就去换别个啊，3、4天搁换别个，啊，他妈轮来轮去啦，啊，台湾人变做安尼啦，啊，这个学校这补习呢，啊，补来到尾来补习补袂开，我就去换老师，啊，那1个月都换4个老师，啊，逐礼拜都换，啊，所以无迄个忠诚的观念，啊，无迄个，但是咱的信仰耶稣基督，伊毋是咱。这是神明的主公，伊是上帝叫伊对世人中高我，伊赢过一切掌权者，所以真正咱讲哦，啊，先拼死交一个天，啊，神明都拼来拼去，耶稣基督无含这比啊，这拢都无法度比，是安怎讲呢？上明显就是我信一贯道。那一贯道吼是啥？你知？一贯道若咧开刷时，开刷听有无？是用迄个刷，用迄个刷顶管啊！咱知影台湾人咧叫吼，按用来通灵的时阵，全写落，直接写落，这写字的这个开刷啦，开刷啊，国语叫做胡乱啦，胡乱写这啦。这个开刷的时阵，这个信一贯道人就是讲，阮是五教拢信。五教的意思是讲，阮毋是信中国的儒释道尔，阮个耶稣个回教，拢总信得对啦。啊，所以阮的神明啦来，迄个是啥？迄个做无迄个做啥？明上帝啊，其实我是17字啦，乐长啦。啊，我迄阵我大学的时候，阮一个同学就是信即个一贯道的。啊，我还没讲了，伊说，好，启宏你嘛是道亲哦。啊，你道亲你敢会转去信？你敢去道教？你对了呢？阮是五教之上呢。啊，你说对了，对不对？意思讲，啊，你著伫这个，你著伫迄个行政院内底做一品官，啊，你敢会去走去迄项选乡长了对吧？啊，伊就讲我，伊讲赞美耶稣达来阮兜尔，因为因兜是咧开刷嘛。因老爸是迄个因老爸是迄个叫做经理啊。啊，经理是迄阵国民党的政府会理啊。叫做点断书啦，啊，所以阮赞美哦，都来阮兜尔。我讲迄假耶稣，我后头代志，我讲无我来参加好。我好你要参加哦，好啦，我讲你但是吼，你莫答应，你先去问你老爸参加。啊，老爸讲好啊，你若要来欢迎你来，你若愿你含阮跪甲拜，我讲无可能，我毋是跪甲拜，我无爱跪，我甲他拜同一个真神，迄是假的，我要敬者祈祷。啊！你若开刷袂来吼，你若迄个天才囡仔咧负心啦，啊袂来哦，我无负责哦。啊，万一伊若真正来，我要奉耶稣基督个名来挂出去。吼，爱讲，你讲，哎呦，你真正要先变先的吼，啊就我讲好，请问伊有要欢喜无？毋敢。啊，迄阵阮台北阮教会有一个吼，推啦，师大毕业的，啊伊伫遐做高中个老师。啊！伊就问迄个神明啊，迄神明讲我是耶稣，伊讲真诶哦。啊，就来问圣经，啊，圣经拢背开呢，迄囡仔背开啦。迄个邪灵通灵啊，拢背出来。好，啊，到尾讲，哎呦，这耶稣真厉害，啊是真啊假？啊，阵啊问迄个啊，问周易啊，易经啦。好啊，背出来。啊，佮问迄个中国诶诗经，啊也背出来。
啊，惊者讲哦，啊，这较真正呢。迄我哋教会拢无耶稣，人家耶稣是真诶。吼，这人耶稣听阮讲话，啊，这个你圣经诶耶稣，你圣经内底也要假，伊阵落尾我迄姊妹阵对去，啊，我无爱去，因为我知影假，甚至我伫屏东，我伫长老教会咧聚会时，我做兵诶时，那遐诶邪神邪灵，逐个都捌耶稣，逐个都捌。啊，你若真正信耶稣诶人，无可能赢过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伊讲啥？讲伊将这个做万万有诶头来收束互教会，所以教会袂互这邪灵赢过。真正耶稣基督赢过这一切。上明显就是啥？咱教有较早一个地彩兰姊妹啦吼，地彩兰姊妹迄阵吼，伊伫咧迄个台电咧上班诶时阵，因内底有一个通灵诶啦，手安尼含咧，就知影你诶过去，啊，就来讲你诶命运。啊，迄彩兰姐讲，啊，无你问我，你也看卖啊。啊，迄个阵啊，通灵阵啊，咩咧安尼，忽然间就跳出来，踢倒来，讲哎哟，你内底有一个灵，比我这个灵较大，你是毋是信耶稣诶？伊讲是，我信耶稣。啊，不好，卖，我这无，你这无好，这是事实诶。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话，伊赢过一切，毋是这个生命在迄个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呢，咱即摆来讲这个第二项，就是问题51。哦，无第二，伊管理万行屋。这个管理万行屋，咱来看第三个应答来讲。哦，第三个应答。上耶稣基督上天了后，伊就用各种的温数收束互人，收束温互人，所以伊掠遐受掠收束互人，啊，结果充满万行屋。意思是讲啥？这充满万行屋吼，充满万米。意思讲，咱这信耶稣的人，上帝收束咱特别的温数。这个温数是要来奉侍上帝。耶稣伫天顶做王，做万王之王，万主的主。啊，伊带咱这人伫下骹是咧创啥？就是耶稣基督要上天进前，伊从这恩典甲温数收束咱。咱本来伫这社会中间，咱介做财物、知识、才调，这拢在变做上帝的钱，改做叫做温数。啊，若为着家己、为着社会拍拼。这叫做才能才调，但是倒转来变做改做服侍上帝。啊，我换一个意思讲，譬如讲，有4个人伫东海大学咧起做因咧教堂，第一个问讲你是咧创啥？伊讲我是咧渡一个未死的，无做王者哦。你问这个问题创啥？我无做王者，我渡一个未死的。啊，这个人伊咧做工课，伊讲我渡一个未死的，渡一个未死的，国叫啥？虎口啦，那过3顿为了过3顿，国不语叫我做车，啊，无要做车要创啥？啊，就问第二个讲，啊，你咧创啥？伊讲哦，阮囝考入大学，好啊，啊，阮老母个年老，我爱拍拼来排这个家啦，吼，对，吼，上有爸母，啊，下有这细囝，我一直爱拍拼。啊，这个人伊咧讲，我爱拍拼做工课。伊讲我做工课就是目的，就是要诱惑我的爸母。我做就是要来传承我这个细囝。请问这个人和头前迄人有共无？偏偏这工课相共，动机无共，对不对？伊是顾着家庭。啊，这第三个咧做的是讲你是咧创啥？讲你毋知影？请问东海大学这间教堂上设计，含延光堂较早间教堂共一人设计呢？可是啥？毕业明呢？啊，真正咧施工咧是迄个东海大学第一任的迄个。建筑系系主任，啊！伊讲，你敢知影？这人伊设计过欧洲、美国大足多真水的经典式的建筑，所以我伫遮以后我的子孙来讲，你看遮尔大艺术品是阮讲迄阵起的，哇！我的子孙掠我做员工，我会当含一个。真伟大的建筑师，3脚做工课，伊多外我设计外话，若无我起做无效，哦，就真正感觉真严格啦。伊安尼讲的时阵，请问和头前人有共无？
偏偏这行规拢相共，动机无共。第四个讲啥？讲你在创啥？伊讲我咧去上帝圣殿，互遐心头郁卒、艰苦、重担人，伫遮会当得到安慰，互遐三疼三意的人，会当伫遮起一个水果美好的家庭。啊，互上帝的罗卜会当伫遮来分享上帝的真道，互人来为迷信的中间，斜得转翻头来归向上帝。请问这人讲啥？一个人是讲为着我渡三顿，一个讲我为着家庭打拼，一个讲我是为着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品，一个讲我是做上帝的情，和上帝做伙同工。以后，请问诶，你的才调、你的才华是三种的方法？咱这信耶稣的人，咱就是因为耶稣对死人中国活，伊掠遐个受掠的，意思讲，咱本来咱做魔鬼的情，变做世间人的情，咱变做啥？偏偏这种工课，咱做上帝的情。所以你若是咧教册人，我是咧教册，是咧创啥？我问一个我的朋友，我你咧创啥？伊讲我咧钱啊。我你咧教数学钱啊？你当时去饲啊？你知影啥意思无？我咧补习啦，囡仔我填鸭数学我钱啊！教册讲我这钱啊！哇塞哦，对不对？啊你教册你是什么种人？你基督徒，你是真严格的身份，你做一个启蒙者，你做一个错路的人，你做一个人师，唔是啦，干那教册哪教哪册？吼，你是人师，唔是你唔是咧教册哪教哪册人？你是一个会当看教这成全这少年人。啊，所以这文书的意思讲，上帝的独生囝，一个天父的大兵，伊即马变做是伊的代理人，咱真变做安尼，咱系咪做伙伫这个世间，咱就是伊的手，咱就是伊的目睭，咱就是伊的骹，咱就是伊的喙，咱一切所做的，拢有当来荣光上帝。这是耶稣伫天顶的大兵讲即种。后来，咱来看第51个问答，就是讲耶稣咱元首，耶稣伊的得到荣光，对咱有啥物利益？伊讲咱会当得到属天的恩赐，这第一项。第二项呢，就是伊的权能，互咱伫一切的修德的面前得到庇佑。咱来看第四个迄个启蒙第四项。耶和华对我讲：你是我的大兵，天下我互你的对敌，做你的脚踏。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了后，一切和耶稣基督对敌的，和教会对敌的，这些人教会啊，拢总是做耶稣基督的脚踏，耶稣基督掌权。所以基督徒无相信二元论啊。二元论的意思是讲啥？有人哦，做讲话讲啥？哎呀，魔鬼足伟大的，好魔鬼偌厉害的，啊魔鬼小够强，够鬼气。其实基督徒无必要讲这啦，无必要讲这啦，无必要一种严光关灵溃烂交互这魔鬼啦，无必要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掠因做卡达义啊，做卡达，意思讲因这人的所有的权柄拢服伫耶稣的下面啦。因是暂时伫遐底摇摆啦，吼，伫遐咧摇摆，因暂时摇摆啦。所以这个天路历程的迄本册吼。写着讲魔鬼若时常伫咧嚎叫，要来吞食咱。但是咧，咱这人看到伊的时候啊，哦，你原来有天来练的啦，你有天来练的，你有你的范围尔。我若亲近上帝，我就含你离远，含你离远，你搁伫遐骂吼、大细声、屁屁叫，拢总无效，对不对？你的范围就遐尔大，安尼范围尔。啊，这种的观念就是伫下骹来，咱看。启蒙第四讲啥？耶稣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也对我。可我有互因有因我，可因决断袂沉沦。因无一个会当对我的手抢引去。你敢知影？咱即句话吼，对咱真有帮助。遐受佛教影响、甲道教影响、有轮回影响的人，伊讲恁信耶稣有因我。好，你去到天顶，
啊，你享受300年、500年，你嘛要落来，落来轮回嘛，对不对？你该落来轮回啊！所以我较早信一贯道是讲啥？信一贯道人若去到所谓的庙寺，绝对无拜，讲来担头尔。因为因认为三赞天啦，第一天叫做上天，上天就是这个大千世界啦。佮这种理天，啊，当然上天就讲啥？讲这道教的人吼，这修道者，西方的炼气师，因这人若到天顶去，会当享受300年、500年倒落来啊。啊，这就是这个仙啊，所以这个一贯道内底有大仙，听有无？大仙，譬如讲啥呢？我迄阵咧开锁的时阵有渡过三山国王，你知三山国王？三山国王是客人在拜的神明啦。啊，这个下门，这南湾会湾吼，南湾会湾是这个叫做泉州的人，伊是拜贵县王，拜贵县王。啊，这个漳州的人是拜单县王、开漳县王。啊，这个一贯道的人够厉害。伊讲，因在开山复兴的是讲啥？讲三山国王来求道，因为伊吼会当到500年尔，啊，未到300年尔，因就要落凡间，搁为头定做人，啊，所以已经无咧做神明啊，啊，所以因要渡大仙，啊，即摆伊这渡大仙的即个教义呢，会变做会啥呢？你敢知影？信一贯道人讲会当地业如名，天堂挂号，啊，这渡大仙到尾当渡你的祖先。你祖先地壳慢慢在倒开，伊咧讲的时阵讲，你无论做偌好，拢无效。伫天顶到尾落来，啊，这佛教的人呢，这昂扬时期的佛教人伫理天，所以这什么神明，这佛，这仙佛啦，到2000年、1万年了，搁爱对落来。啊，这信一贯的人伫无极理天啦，第三天的无极理天啦。好啊！讲到这人都听讲，哦，够好诶！我咧信的是中包，对对哇？我中包，迄是人做的啦，假的啦！安怎讲呢？耶稣基督讲，咱会当演我，毋是耶稣空嘴保子，毋是空嘴保子，是耶稣有为死人中过活，圣神互伊对死人中过活。这种的这个圣神依然踮伫咱心内，所以咱死了，咱嘛对死人中过活。啊，耶稣死了，过活了，无过再死，伊是演活，所以咱这人嘛，下面先讲演活，所以咱毋免去天顶做几年啊，搁落来，责任够啊，落来，无多啊，责任够，无了代志。啊，咱嘛毋免搁含人轮回，迄免轮回啦，无必要轮回。啊，什么他有说要轮回咧？我迄阵问阮老母讲，啊，你是安尼拜祖先，该拜3代尔，第4代、第5代、第6代、第8代、第9代、10代祖无要拜。阮老母讲，吼，拜10代祖，啊，毋就一年到天到底，拢总门串生，对啊。到8代祖就256个啊，9代祖526个，226吼，256啦，256啦，都512啦，对不对？啊，10代祖都1000个，我逐日都门串生，今仔9代祖，今仔8代祖，今仔9代妈，今仔8代拜。伊讲无啦，3代拢轮回去啊啦，轮回去啊。我讲一个坦白啦，实在全世界上大的骗局之一就是轮回啦。因为你食猪肉，所以后出去做猪；啊，你食狗肉，爱后出去做狗；啊，你刣死猫，后出去做鸟唔刣。啊，那安尼我后喙要做人，来刣人，啊，要食人肉，伤咸。其实这个轮回吼，这个骗局是一对来，你知？是这个阿里安人，因搬过阿里比山，阿尔卑斯山呐，入去兴河了，因去统治印度人，因对印度的原住民讲：你敢知影？阮是安怎要欺负恁？迄毋是阮要欺负恁呢？这是阮前世吼出世吼，阮伫这种前世制度内底，阮出世吼，阮修3000年修到偌好诶，啊，你前世做偌歹诶，啊，毋做我奴才，你听有无？若有前世的因果，
就无真金色的道德。譬如讲我拍某，人讲啊你想要较拍你某，啊你真是欠我的，无缘无故袂结开球，对不对？啊阿某小欠债，啊我拿这个大老兄你来借100万，我买还你，啊你真是欠我的，啊你不要讨，啊我后出去来还你啦。我若真正有欠你，我后出去来还你，啊我这无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照你讲，互人欺负、互人拍的人，咱就爱替伊出气咧。啊，煞伊用二落底，啊，佮用打伫下骹恁，啊，老岁老弟讲说啊，你都哎呦你真是做歹得的哦，你真是欺负你，咱毋知欺负我忝的，啊，你即摆互你人拍哦，哎呦，你行者行了啊，无要紧啊，啊，恭喜你啊，啊，靠这个道德的，黑白来的，这黑白来，啊，所以耶稣基督对世人忠告啊，伊。互咱无搁再来轮回，咱嘛无相信这个骗局。咱只有一世人尔，所以咱这世人，咱爱对上帝负责任。上帝互咱恩赐，佮上帝互咱恩典，咱对负责任。啊，最后讲啥？讲耶稣基督若要搁来的时阵，咱虽然伫遮尔多的忧愁佮迫害，咱举头开，咱的胸坎毋通挺开，咱的目睭咱向顶悬。较早人讲啊，你这信耶稣。红骗想，红骗想，无效，你这无路用。讲你这信仰说，这要不要搞？你我听有，要不要搞？吼，我老爸较种骗想，我说要不要搞？要不要搞？你看无？夹尾巴就过了。看咧，闪红看袂起。这个保罗先生伫写新约圣经时，基督徒真正实在是互人欺负忝。真正足侪忧愁的，真正足侪迫害的。但是咱来看第五启问第五讲，咱是天顶的国民。这第五讲要咱拯救咱，这句话的意思讲，咱虽然咱的身躯内底真侪疼痛败坏，败坏啊，所以阮一个动物教授去看病时哦，结果一个班讲你是啥物人？你唔捌我是。动物的教授，哇！迄医生讲，失禁。伊讲我毋是尿失禁啦，我是生物线大啦。迄个医生讲，社会贤达。咱伫这个世间若食老的时，真侪病痛，真侪艰苦结果，佮甚至会变老人痴呆，甚至会变做老人抑郁症，即侪抑郁嘞。是安尼无毋对，但是圣经但你应允讲，咱是天顶的国民，也为免咱望拯救者对天顶来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伊要互咱这个卑贱的身躯，甲伊阳光的身躯共款。意思讲，我虽然有病痛，虽然有忧愁，但是我到尾变成一个阳光满满，亲像耶稣基督。第三，我互人欺负，后来第六启问第六种讲。上帝要照公义，要用患难报应遐个，互恁拄着患难的人，也要互恁这受苦的人，甲阮做伙得到讨棒。这个咱讲这个五面啊，这个是这个咱台湾的这个阮甲咱无共，这是台湾人的这地位较悬的，这连德文都无这啦。所以阮好一个德文的教授讲，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伊有袂清啦。人家就讲唔对啦，讲上帝啊，阮拢是罪人啦，袂使讲咱啦，因为咱是包括对方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我都变做上帝是罪人，唔对啦吼。上帝要互咱包括恁包括恁的咱，是要互阮这意思讲，到时。遐欺负咱的，遐骗受咱的，遐人拢总要拄着上帝的审判。若是安尼受欺负的、受吞打的、互看袂起的，到时咱变做阳光的身体，变做甲上帝三国做伙做王，甲耶稣基督做伙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保罗先生讲讲咱基督徒中间莫互相过来过去啦。因为咱这人要将来要审判万民，搁要审判天使，所以咱教会以后做这样阳光的人。
所以，咱对这世间对咱所有的欺负咱的、骗受咱的、看咱袂起的人，咱先来莫放淡心内啦，无必要定定问讲我拢无比无凭啦。哦，我参加阮姆妈死的时候，我参阮姆妈含阮姆妈查囝做伙，阮的这辈子吼做伙伫落去伫灵车送伊去的时候。规路在那嚎讲无比啊无凭啦，我无比啊无凭啦，规路讲迄个无比无凭，我他妈嚎啊无比无凭啊，害我用去做梦拢直直无比无凭，够艰苦的。哎呀无比啊无凭啊，拢牵落咱牵迄落去，咱咧牵蒙关咧，哦唱几站的，唱要食点钟拢无比无凭，哦讲到啥物也无比无凭，无比无凭。啊，这是伊有准啦！啊，我迄阵还未信耶稣，我唔知影。我本来足想讲，你若信耶稣，你就含有比有凭啊！啊，咱唔免一世界咯，底下无比无凭啊！是啊，这足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同学先讲，陈老师，我老爸比你较有地位，我同意。啊，伊身高嘛比你较悬，我同意。啊，伊赚的钱嘛比你较多较悬，我来讲，但是你若要摕你老爸我比，我有三比你老爸较悬，用啥物啊？我血也比较悬，我后咧比诶，我胆固醇嘛比较悬，对不对？我血糖嘛比较悬，啊是无比无凭。基督徒无必要伫这个世界上比拼啦，因为咱要比拼是比拼咱家己。迄个5000两的人赚5000两银，耶稣讲啥？你这个忠诚的好萝卜入来，享受我为你备办的福气。啊，你2000两银咧赚2000两。上帝讲啥？耶稣迄个王讲啥？哇！你这个忠诚的好萝卜，来，你要享受我为你备办的福气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5000两赚5000两，人已经1万啊呢。啊，咱2000两赚2000两，咱好像会比伫咯，愈比愈嗨，对不对？啊，1万来，佮赚1万，我咱2万啊，咱4000佮赚了8000，愈离愈远，对不对？但是伫耶稣的眼中，拢是忠实的。所以，随望你也要做原子弹吼。唐总讲，虽然你会造原子弹，我只会煮鸡蛋。假如人人都去造原子弹，谁来煮鸡蛋？所以，虽然你造原子弹，我只会煮鸡蛋，我不会比你更笨蛋，对不对？咱含咱家己比拼，咱为着咱的所有服侍是为着荣光上帝，荣光上帝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伫上帝的大屏。赢过一切的苦难，赢过一切的对敌，主，阮感谢你。你互阮这教会的人，阮知影，阮是你的代理人，阮是你的身躯，阮也充满有荣光、有尊严，互阮会当对上帝你的眼光，对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家己，互阮会当伫这个世间来尊敬囝，亲像尊敬爸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你赏赐阮遮尔多恩赐甲恩典。主，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就用阮的恩典甲恩赐，拢撒出来，做教会的利用，做上帝你的车用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家庭、伫阮的事业，啊，伫社会社区，拢能做主你荣光的见证人。主，求你，主，阮也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有永远决断，永远袂沉沦，佫无人对耶稣基督会当自阮唱去。互阮永远免搁再轮回，也无惊轮回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阮也感谢你。阮虽往伫这世间受着欺负，受着吞打，但是阮会当抬头望天来仰望你，因为阮将来要变做一个荣光的身体。你搁会当注重，要搁注重患难报应遐个，互咱拄着患难的人。主，阮感谢，阮得到真大的安慰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